如果今年問我即係有咩感想啊？即係我覺得能夠行到今日，仍然可以即係住留喺呢個地上啦，信仰裏面冇跌倒嚇，亦都冇因為疾病而離世，仲可以有機會去侍奉神。其實嗰年嘅生日，又話都講係咪？即係我哋都賺咗一年，賺咗一日，賺咗一個月1分1秒，好感恩，好多謝神。我最感恩就係我要有一個咁愛神嘅丈夫，我能夠因為佢嘅緣故，我能夠去擁有一個咁美好嘅信仰。呢啲全部都唔係因為我自己擁有任何好嘅優質。我知道，如果唔係因為有咁嘅丈夫，我係一無所有，甚至乎我比任何一個基督徒、普通嘅基督徒更加嘅平庸。